逍遥，不招摇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招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一夜手洗连招，在无牵挂的放下，斩断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敢当今生的强大，键盘去演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周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成始终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恭贺师叔今日得偿所愿，清理门户。师叔果然也是逆星盟一员，师侄险些铸成大错。赤火贤侄，今日仰仗你了，任他们千算万算，也没算到逆星盟这层关系。谢师叔抬爱，逆星之下，生死一念。师叔话一出，师侄自是醒的。虽与紫丫头有约在先，但师叔有命，自是由不得他了。不过这妙音门该当如何处置？他们此番逃脱，
必然要去找星宫寻求庇佑。若是大长老星宫若真是要为妙音门出头，又怎会放任那赵征挑梁？说到底，还是他们根基浅薄，虽有些手段心思，但连个正经的结丹修士都没有，不和他老夫斗。星宫双圣多年闭关未出，想必没有那么容易就能离开星宫。这不就是我逆星盟的最好机会吗？都说双圣常年闭关，研究元磁神山，若是能顺利勘破秘法，岂不是要进阶化神？到时候这乱星海，怕是无人能挡他们了。若是那样，岂非更好？化神之身遭极于天地，真要是有那么一天，他们怕是巴不得要甩掉星宫这个包袱呢。师叔说的是，况且这元磁神山来历成谜，所有信息都来自一位不知名的上古修士。若是这位修士故意诓骗我们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化神飞升，这可……说得好，究竟是要自己亲自去看一眼，方知这世间真谛。受教了，师叔，失职告退。果然是白玉之主的蛛丝啊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亏得小丑见到此人背影时有所触动。师弟呀，师弟，当年我俩一同犯的老鬼，约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为何自行逃走？难道是怕我将你炮制成天都炼魁？算你机灵，我还真有此意。没想到你竟然留了传承。不管此人和你什么关系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的。疼死了！每次老祖上山，都跟散架了一样。适才听那个人的名字，姓韩的，果然当初用了假名啊。不过我这么一闹，多半夺去天星城了，可惜了。走吧，回岛。孙师叔，跟着我们回家吧。
在海底躲了那么久才敢出来，到了天星城，终于可以安心一些了。哎，你看，来来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来，这可是仙人摸过的，新年新气象，聚会去的。哎，哥哥您看一下呗，这好东西，来看一下看一下，瞧一瞧看一看，仙人摸过的，聚会去来，聚会去的，哎，看一下来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门主请您见面一叙，他说是有关什么竹子的，一说您就知道。他能逃回来，还算有点本事。前辈似乎之前就与小姐相识。前辈是不是去过魁星岛，参加过那一年的双圣节？前辈对晚辈多加照拂，是不是因为认识家父？果然，他们都说父亲是叛徒，可是小姐和前辈却对我这么好。果然还是不觉间结下了因果。温姑娘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文强兄是个好父亲。走，我与你去见你家小姐。走。小姐，前辈来了。你们慢慢聊吧，四月去做事情了。这丫头还是这样莽撞行事。要说起莽撞，还是汪小姐更胜一筹吧。厉前辈说笑了，还是应该叫韩前辈。若非此次莽撞行事，竟然还不知道前辈真姓。可惜，非但未能报答前番救命之恩，反而又令前辈陷于险境。汪宁当真是急得五内俱焚，悔不当初，请受汪宁一拜。紫菱门主，过往之事不必挂怀，此次遇险能活着回来，已殊事不易。紫菱只是外人的称呼，门主什么的更谈不上。其实，当年与前辈分别后，我尝试寻找过前辈，想要报答前辈救命之恩。
但是极阴岛当时也在蠢蠢欲动，紫菱担心找得太前，反而暴露了前辈行踪，这才作罢。没想到能在此与前辈相遇，想必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指引吧。是啊，这一晃几十年了。此前我一直在闭关修行，也难怪你找不到我。只是没想到今次会如此失态。其实，此次请前辈过来，一为赔罪，二为报恩。前辈在寻的，可是天雷烛。莫问那就是前尘，愿这一双手也能摘下星辰。